Police Story Part 2. One, two, one, two. 冷雨裏默然獨上路，我壯志未酬未卻步，忍決定忍，為了明日吞憤怒，冷眼淚着淚步與步，有鬥志已尋着去做，將艱辛當熱身，做得更好，憑着熱血與勇氣面對挑戰，戰鬥性格殺出血路，奮發氣魄共青天去比高。我要衝霄飛躍，我要闖出驚路，趕走同類暴雨，我要上青天。捉賊啊！唔見你咁叻，抄。憑着熱血與勇氣面對挑戰，戰鬥性格殺出血路，奮發氣魄。巡邏嘅伙計注意，工業村十字路口發生交通意外，車輛嚴重擠塞，請迅速趕去現場。闖出驚路，趕走同類暴雨，我要上青天。文裏踏闊步，冷雨裏默然獨上路，我壯志未酬未卻步，忍決定忍，為了明日。咩啊？你翻去啦，我當緊更㗎。你唔好當我係你女朋友啊！你當我係一個普通市民，同警察叔叔講幾句嘢。講咩啊？勇探乜咁恩愛啊？有3個瑞士醫生證明我只得3個月命。告我啊！執生啊！開車！家駒，步與步，有鬥志已尋着去做，將艱辛當熱身，做得更好。憑着熱血與勇氣面對挑戰，戰鬥性格殺出血路，奮發氣魄共青天去比高。情夢與我要衝霄飛躍，我要闖出驚路，趕走同類暴雨，我要上青天。文裏踏闊步。
鋸扒。不過我覺得你唔係幾開心咋。係咩？唔係啊，喂，你驚朱濤佢？驚，不過少。如果下個禮拜，總探，乜咁早就玩完啦？你嚟呢度做咩啊？因為呢度唔係禁區，白渣都冇權抄牌咧。你點知佢住一樓 B 座？樓梯又窄，如果喺轉角地方倒瀉啲火水燒起上嚟，邊度都唔使去咧。如果俾人劃花塊面或者俾火辣親下，咁就唔係幾好啦。你個仆街啊！誒，總探，我好開心啊！如果你當差一個仇口都冇，你一定係捉唔到賊嗰種差人啫。你有冇第二個地方住先啊？你唔使替我擔心喎，佢哋靠客㗎啫嘛。冷雨裏默然獨上路，我壯志未酬未卻步，忍決定忍，為了明日吞憤怒，冷眼對着雷暴雨暴，有鬥志願尋着去做，將艱辛當熱身，做得更好，憑着熱血與勇氣面對挑戰，鐵膽性格殺出血路，奮發氣魄共青天去比高。李姨，得你一個咋？家佢唔嚟幫你搬架，佢做嘢太過盡責啫，死牛一邊。你擔心有理由㗎。你住19樓咁高，有乜差錯腳跌落嚟，萬能膠都黐唔翻啊陰公！喂，掹開佢，掹開佢！放手啊！放開我頭髮！好痛！使乜咁勞氣啊？女仔嚟啫嘛。累到阿妹俾人打，都叫阿妹唔好同你行噶啦。係咪阿 Johnny 打你啊？唔係啊，係我打佢哋先㗎，所以佢哋咪打返我咯。俾佢哋推咗我落地下啊，跌到我個820啊，鬼死咁痛，坐都唔坐得佢哋。點知你搬嚟呢度？佢跟住阿妹翻嚟㗎，話睇下佢有冇走佬喎。而家我哋喺對面餐廳嘆茶，都唔知佢哋上去。家駒，你冇亂嚟啊！有鬥志願尋着去做，將艱辛當熱身，做得更好。憑着熱血與勇氣面對挑戰，戰鬥性格殺出血路，奮發氣魄共青天去比高。情夢願我要衝霄飛躍，我要闖出驚路，趕走狂雷暴雨，我要上青天，雲裏踏闊步。冷雨裏默然獨上路，我壯志未酬未卻步，忍決定忍，為了明日吞憤怒，冷眼對着雷暴雨暴，有鬥志願尋着去做，將艱辛。